来看新北双溪好霸潭，自2021年10月因为上大水后，溪水汹汹涨起来，6个人互溪水呛起，全死亡。监察院调查发现事故现场无任何救生的设备，嘛无彩排啊警告，认为主管单位新北市府有疏失，提出纠正。另外，当时主办活动的公司负责人涉嫌过失致死，互告发。2天前，新北市双溪好霸潭6个人撩溪渡水死亡的意外，监察院介入调查，认定新北市府无善尽场地管理责任，对新北市政府作出纠正。那事故现场真的是没有看到任何警告，地方政府一定知道这地方很多人去，可是现场却完全没有任何救生设施哦，这也是家长觉得比较不解跟诟病的地方。监察委员表示，好霸潭要下过偌百的石墩即马有控暗门图，不过意外发生进前，敢若是房仔浪棚阁大，对囡仔来讲真危险，而且现场嘛无警告标示、公布甲救生设备，新北市政府等于无尽到管理的责任。事后，阁会提市经济部主管，明显有疏失。目前我们是没有收到监察院的公文，等监察院的公文收到以后，会详细给大家做一个报告。除了我们水域安全做好以外，也针对所有设备设施通盘再做一个详细的检讨。监察院报告内底嘛，依照技部告发举办活动的大丰公司设图的负责人，监察委员表示，伊负责招揽人员、安排课程，所无尽注意的技部涉嫌过失致死、业务侵占等等。报告嘛表示，这案凸显户外安全风险教育的推广、儿童保单等等的问题，拢爱搁强化。记者电报李小凯台北采访报道。